大家好，今集嘅內容係同大家講解點樣註冊一個3級小型工程嘅牌照，特別係個人牌照係有咩手續啊，有咩要求啊，點樣可以先可攞到嘅呢？其實3級小型工程個人牌照係俾啲咩人適合申請嘅呢？就係一啲本身可能讀書唔多或者唔係太中意讀書啊，但係就有嗰啲工藝技能或者本身嗰行係做開某一個項目嘅裝修。對嗰個項目係好熟悉嘅，咁但係只不過可能一路做都係靠間公司啊，或者靠其他人去幫佢簽嗰啲小型工程文件，自己係冇嗰個資格去簽嘅。而家可能係市道唔好，想攞翻個3級小型工程牌，有啲自己做完嘅嘢自己去簽翻佢，有翻個主動性，又或者有啲可能幫人哋做開裝修嘅，而家可能啲管理公司或者啲客人開始多人去問翻佢究竟你有冇個3級小型工程牌啊？有冇啲咩文件要補翻啊？咁樣適合呢一類人士去申請嘅。具體嚟講，究竟攞呢個3級小型工程牌有咩要求呢？其實佢要求主要其實可以分開話7個項目嘅。第一個要求最基本就係你要係香港居民啦。當然你唔可以係一個海外啊或者內地嘅一個居民，一個遊客身份落嚟香港，你本身都冇資格去做嘢噶嘛。你亦都冇資格去申請呢個3級小型工程牌照嘅。最基本要求係你要係香港居民啦。第二就係要證明翻自己一個冇犯罪記錄啦。而家個冇犯罪記錄咧，就係其實由自己去填翻表，去簽翻名，證明翻自己冇犯罪嘅。填妥一張叫做 R26嘅表格啦。呢樣嘢你自己填完之後，如果你有嗰相關嘅記錄，你要填翻落去啦。如果冇嘅話，就咁填翻冇，簽翻俾屋宇署啦。屋宇署就就咁睇咗你份表，你自己證明翻，其實佢就通常都冇問題嘅。當然啦，如果你出咗事啦，你最好係證明到第時你曾經有嗰啲記錄，證明你佢嘅，可能屋宇署就會分別去檢控你，或者你提供啲虛假文件咯。第三嘅要求咧，就係要有一張平安卡啦。平安卡就通常去一啲地盤都需要有一張俗稱綠卡咁啦。如果假設你係冇平安卡嘅話，我其實都上網去睇過少少資料啦。有部分係出邊啲機構搞嘅，最平嘅可能210蚊，你要上堂上7個半鐘頭。又唔係一個好嚴重嘅堂嘅，係清楚講翻一啲基本嘅地盤嘅安全嘅知識俾你聽啦。坐足7個半鐘頭，俾210蚊，基本上就攞到一張平安卡噶啦。另外第4個要求咧，就係你有上過一個叫小型工程3級嘅課程嘅。呢個課程有邊啲地方有得搞咧？其實一啲好似VTC 啊，其實都有搞嘅。我見佢上網睇咧，最簡單嗰個就可能俾520蚊，就上7個鐘，亦都係啦，唔係一個好複雜嘅要求嘅。你上足個7個鐘，坐完晒啦，俾咗520蚊咧，其實叫完成咗個課程咧，就可以俾張證書你。第5個要求就係交錢俾屋宇署啦。呢個收費註冊呢個收費咧就係155蚊嘅。第6個要求就複雜啲啦，就係一個學歷。而第7個項目要求咧就要有相關嘅經驗啦。學歷係咩咧？就唔係話要有咩讀過啲咩特別嘅證書啊、大學課程啊咁樣。其實係視乎你究竟你做嗰個工種係邊個工種，你又有翻相關嘅一個資歷啊。即係點解咧？就譬如你假設你係想註冊係做裝冷氣啊、裝通風系統嘅，你亦都要有翻證明翻俾你睇，你有相關嘅資歷啦。之前做過幾多，你點樣可以證明自己做過有嗰個資歷咧？其實你第一個要求就當然你係可以去個建造業議會嗰度登記翻，究竟你係咪一個半熟練技工啦，一個中級工藝有個證書啊，又或者係你一個註冊嘅大工嘅。你呢啲點樣證明咧？就假設你其中個途徑，你直情去建造業議會嗰度去上過嗰啲堂，你固之然係跟翻佢個課程做完晒畢咗業，你當然有嗰個資歷啦。如果你冇嘅話，佢亦都話唔係喎，其實可能我一路做咗咁多年，我一路都有咁嘅資歷嘅喎。或者我喺外地已經做咗嘅喎，我其實啲技能好好嘅。其實如果你對自己嘅技能好有信心嘅話，亦都係去翻建造業議會咧，就參加翻一個叫做工藝測試，一個大工嘅一個
嘅咁嘅技能測試嘅。咁其實嗰個技能測試咧就係一個半小時，有個筆試寫一寫有啲文字嘅問翻你啲問題啦，跟住做翻一個6個鐘頭嘅一個實務嘅課程。譬如你係裝水喉嘅，你真係好好嘅，咁佢測試你係咪真係好可以全程好有條理咁樣做得翻啲水喉嘅工程啦。譬如你做泥水嘅，就測試翻你泥水嘅工藝啊；你做鐵器嘅，咁啊測試翻你鐵器工藝、燒焊啊各樣嘢係咪真係可以達到翻佢哋建造業議會嘅要求啦。如果佢證明翻你個工藝要求係合格嘅話咧，咁其實嗰個做呢個工藝測試咧個費用就係500蚊嘅。咁如果你證明翻你嗰樣嘢有咯，咁你就可以有翻相關嘅一個資歷啦。咁啊最後啦，如果你經驗嗰方面啦，咁假設你係半熟練技工或者係中工嗰啲咧，咁佢其實需要你有4年嘅相關嘅工作經驗嘅。咁其中1年咧要喺本地喺香港嘅，即係假設你喺大陸有5年、6年、7年經驗都好啦，要喺香港做多1年，證明你有香港本地嘅經驗。咁譬如你話你寫咗有咁多年經驗啦，咁佢點樣證明你有呢啲經驗咧？咁其實第一就係譬如你可以係你嘅僱主啊、前僱主啦，或者啲工會啊，即係一啲合資格工會、合資格嘅商會啦，又或者由一啲相關嘅譬如AP 即係建築師啊、結構工程師嗰啲人士證明啦。咁亦都或者可能係一啲律師你喺度宣誓啊、太平紳士啊呢啲咁樣嘅註冊，即係佢哋喺度即係承認你喺佢面前宣誓咗，你有呢咁嘅經驗嘅話，咁亦都可以符合咗嗰4年經驗嘅一個證明嘅。咁你亦都可以選擇係自簽去宣誓去做呢啲話你自己有你相關經驗咧。咁但係如果你自簽嘅話咧，經驗嗰方面咧最多就可以計2年嘅。即係頭先總共譬如有4年嘅經驗咧，可以其中2年咧就係由你嘅前僱主去簽署啦，其中有2年就可以你自簽去證明你有咁嘅相關經驗。咁如果你有齊頭先嗰7樣嘢啦，全部都符合晒要求嘅啦咧，咁你就可以去拎住呢啲所有文件，咁填寫一張表格，嗰張表格嘅名稱就 BA26啦。咁連埋頭先嗰啲相關嘅文件啊，個費用就親自交去屋宇署嘅總部嗰度，咁喺大角咀咁佢哋嘅寫字樓啦。咁你交晒啲文件，咁佢會同你核對晒所有資料嘅。咁如果所有資料冇問題嘅話，佢哋一般嘅程序係需要3個月時間去處理嘅。咁如果處理到啦，咁冇問題啦，咁就可以正式通知你話如果你嘅註冊合格咗啦，咁你就可以正式成為一個3級小型工程嘅承建商啦，係個人牌嘅啦。咁嗰個有效期就3年嘅。咁即係你每3年都要做續期啦。咁續期嘅表格啊，嗰啲資料其實都大同小異嘅。即係最起碼講，譬如你3年以內，你舊年3年前攞咗註冊啦，咁你3年中間你都要有相關嘅做過啲相關嘅工作噶嘛。譬如我假設我3年前攞咗個註冊啦，之後我3年完全唔做呢啲嘢嘅，咁你再續牌嘅時候，就可能佢嘅要求就會，即係其實佢最基本就係叫你填翻呢3年裏邊你做過原來一路都有做緊相關嘅工作經驗嘅，咁你其實俾咗錢填咗表咧，佢亦都俾你繼續做個註冊嘅。如果唔係，就可能佢哋需要你提供多啲翻啲資料去證明翻你仍然有咁嘅工藝啦。咁今日有關於3級小型工程個人牌嘅內容就係咁多啦。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啲咩其他問題或者想傾下嘅，咁歡迎呢度私信聯絡我或者 WhatsApp 俾我啦。多謝晒。